子良咧，佢係喺加州國星家庭中心輔導主任嘅工作嚟嘅。咁佢咧本身咧亦都係好有經驗嘅一個心理治療師吓。曾經咧亦都係擔任過咧唔同神學院嘅輔導課程嘅講師吓。咁所以我哋有啲曾經可以上網嘅都揾到佢一啲嘅錄影嘅吓。咁我哋都會喺當中學到一啲唔同嘅課題。咁喺呢一度好歡迎佢，歡迎老師。係啊，大家好。好開心。咁我好。哋我哋就有時會叫佢做 Sam 老師吓，因為佢個名係英文係 Sam 啊吓。咁啊，我哋就喺今日咧係能夠可以一同探討咧，就係話心係將來點樣兼顧咧今生同埋永生，係一個好長嘅一個課題吓。咁我哋希望我哋咧都係用一個好期待嘅心去聆聽吓。然後之後咧，我哋係有開放俾大家去問問題嘅，所以係唔好客氣吓。咁喺開始之前咧，我想都係我哋一齊有一個祈禱吓。我哋親愛嘅恩主耶穌，我哋讚美你，我哋感謝神俾我哋喺人生嘅路上可以遇到你。仲有我哋今日一同嘅去探討一個真係點樣面對未來，點樣面對今生啊！仲有我哋都將呢度嘅時間交俾你求神你自己親自係去恩膏子良老師讓佢所分享嘅都係我哋可以係喺其中有更深嘅探討、學習，以至咧能夠幫助我哋嘅餘生能夠活得更精彩。多嗯。謝主，你與我哋同在，我哋恭敬將呢段時間交俾你，祈禱、仰望、奉耶穌名求。阿阿門，門。阿門。OK，各位好。嗰個嘅幻燈片大家都會睇到嘛？睇到睇到。都睇到。睇到。OK，都係算正常啦。OK，好。再一次咧，好開心啦，亦都好感恩咧，咁可以同大家再一次見面，一齊去咧學習呢一個咧點樣讓我哋嘅人生有更多喜樂呢一個嘅題目。咁無論你今日咧係第一次參與呢一個嘅講座，呢一個嘅題目嘅學習絕對歡迎你嘅。如果今次你係第一次。咁咧，但係咧，如果你已經係第二次、第三次、第四次咁樣參與嘅話咧，咁我同樣都咧，甚至話會更加感恩、更加歡迎你啦嚇。咁但係無論你今日第一次又好，第四次、第三次、第二次都好啦，咁我覺得喺感覺上咧，同大家都係老朋友，唔再係咧好似初相識新朋友咁樣嘅感覺嚇。咁就盼望跟住我哋呢段嘅時間咧，大約有一個鐘頭到咧。咁我盼望咧可以一路去同大家去講解分享或者咧引導大家去思考嘅時候咧，咁就大約用一個鐘頭嘅時間去咧將呢個心係將來兼顧今生同埋永生呢一個嘅題目咧，咁同大家一齊去將呢啲我預備嘅資料同大家可以去分享去幫助大家嘅嚇。咁之後咧，咁我哋盼望有足夠嘅時間咧，俾大家有回應啦，有發問問題啦，咁樣嚇。咁就從當初咧，當我要去預備呢一個嘅關於喜樂人生呢個嘅專題呢個系列嘅時候咧，咁喺熒光幕上講緊呢一段嘅詩篇裏邊嘅聖經咧，一路都係咧成為我一個嘅啟發嚇。咁如果你咧係已經係基督徒嘅，有睇聖經嘅，咁對你可能都唔會陌生。咁當然，如果當中有啲朋友係少啲睇聖經嘅，或者少啲接觸到呢一個嘅聖經裏邊特別舊約詩篇嘅話咧，咁盼望今日你都有多啲嘅體會嘅嚇。咁呢一個嘅詩篇咧嘅作者係摩西啦嚇。咁摩西咧寫呢個詩嘅時候咧，我就唔清楚具體幾多歲啦。咁但係應該都係一個長者嘅時間，至少80歲以上噶啦嚇。咁就喺當佢咧去表達佢自己一啲人生嘅感受嘅時候咧，咁佢提到一啲嘅日子咁咧提到如果人一生嘅年日咧，大概會70歲啦。如果強壯啲咧，可以到80。咁當佢回顧佢嘅人生咧，佢話經過好多咧勞苦受煩，
人生過得好快啊，轉眼成空，如飛而去啦咁樣。嗱，唔知咧佢咁樣表達嘅時候咧，我哋有冇類似嘅一啲嘅經驗或者感受啦吓？咁但係咧，佢喺繼續去表達佢嘅感受思路嘅時候咧，有兩個嘅重點，一個咧一轉轉佢就講到咧，佢求上帝求呢位創造天地萬物嘅真神咧，指教佢點樣數下自己嘅年日，數下自己嘅日子。當佢數嘅時候咧，佢嘅祈求就話得到智慧嘅心。呢個智慧嘅心意嚟係喺咩嘅事上邊有一個嘅可以話一個唔同嘅結果咧。其實佢想講咧就話佢求神俾佢有智慧咧，能夠將過去如果係受苦嘅日子有幾多，求神俾佢咧同樣嘅有相同咁多嘅喜樂。即係話咧，如果有10年嘅苦咧，佢盼望有睇到有10年嘅喜樂；如果有70年嘅苦咧，咁同樣睇到有70年嘅喜樂。嗱，呢個真係需要有智慧，亦都盼望咧喺過去呢幾個嘅禮拜咧，喺大約即係3、4個禮拜之前，我哋第一次去研習呢個嘅課題嘅時候咧，咁我記得咧，當第一講嘅時候，同大家分享到喜樂嘅人生有啲要訣。咁咧，如果有聽咗或者有翻睇錄視頻嘅朋友咧，可能都有印象係嘛？我試一試咧，請大家咧幫我一齊去數一數咧。我提出咧有6個嘅算係要訣啦，或者一啲一般嘅原則啦。咁第一個咧，自得其樂，有印象嘛？自得其樂嚇。咁第二個咧，請大家幫下忙咯。第二個嘅原則係乜嘢啊？提少少啦。知足常樂。知足常樂，多謝吓。咁無論邊位講都好啦，咁啊多謝你，亦都盼望咧對大家其他嘅朋友咧都有一個嘅提醒。第二係知足常樂，其實呢啲都係似乎已經係一啲好似係所謂叫做我哋認識嘅一啲嘅叫做 common sense 啊，即係話咧好似平常已經知道嘅事情吓。咁但係盼望咧我哋再講解分享嘅時候咧，咁讓你咧能夠去更加應用多啲嚇。咁第二個知足常樂，第三個咧應該係叫做咩啊？助人為樂係嘛？咁快啲啦！然後第四個咧，我哋講到咧要能夠咧及時去行樂嚇。第五個咧係能夠咧用呢一個叫做感恩咧，就係最樂啦嚇。咁當然第六個咧，我哋亦都提到咗話咧以神為樂。咁其實喺6個之外咧，我相信你已經咧有你自己一啲嘅用緊嘅一啲原則都唔定嘅嚇。咁其實最近咧，我亦都咧心裏邊特別諗到有一句，可能呢個叫第7個原則啦，或者你已經有第8、第9、第10個原則都唔定嘅。我就叫做咧叫做點樣講咧？啊叫做苦中咧有樂。喺苦嘅裏邊咧有樂，其實都同咧呢一個嘅聖經摩西所講嘅好接近。點解咁樣講咧？其實最近咧我喺黎華牧師屋企同佢哋一齊去生活一段時間啦，見到佢哋湊孫喎嚇，咁咧就其實一來我好羨慕我哋有孫啊嚇，我有個仔仲未結婚嚇，仲未有孫。咁咧我相信好多人咧都可能有呢個經驗，湊孫咧辛唔辛苦啊？我見佢哋都幾辛苦嘅，特別我哋咧已經一把年紀嘅時候嚇，咁咧，但係嘅意思就話原來咧喺呢個辛苦嘅時候咧，原來有好大嘅喜樂嘅喎。我見佢哋每一次咧既係辛苦啦，但係咧哇笑容滿面啊嚇。咁我想表達一個觀念啫，原來咧當我哋無論你嘅苦係湊孫又好或者工作又好，或者咧做家務又好啦，原來喺苦嘅裏邊。辛苦勞苦或者咧有時甚至真係痛苦都好啦，原來係可以咧喺當中睇到有喜樂嘅。嗱，呢個就需要智慧，呢個亦都需要操練啊嚇。咁好啦，咁盼望咧你自己都有你唔同嘅原則嚇，無論6個又好7個又好，甚至你發展到咧你有8、9、10個都得嚇。好，咁咧第二個嘅第二堂嘅時候咧。咁我哋亦都咧開始講到咧，從另外一個角度咧，就話從原來喜樂嘅人生咧，我哋可以睇一睇我哋嘅過往點樣影響到我哋嘅今天嘅喜樂。過往咧，往往我哋都話過往好似成為咗歷史啦，已經過去啦，改唔到啦。
甚至咧我哋會有時就覺得自己嘅人生咧，好似成日活喺過去嗰啲嘅難過啊、痛苦啊、絕望啊、曾經被傷害啊，嗱呢啲都係事實嚟嘅，我哋唔能夠否定嚇。咁但係咧第二講嘅時候咧，我哋想強調一個嘅重點咧。歷史或者咧，因為係記憶喺你嘅記憶嘅裏邊嚇，其實佢冇走到嘅，佢咧存喺你嘅心底嘅裏邊，存喺你嘅記憶嘅裏邊。我哋嘅人生咧不斷咧都會咧俾呢啲過往嘅記憶、呢啲嘅經驗咧影響嘅。咁其實我哋有機會，甚至好大可能咧，可以話改寫歷史，有機會咧將過往呢啲嘅唔開心嘅經歷、呢啲嘅視頻、呢啲嘅好似一啲嘅故事啊。能夠咧改寫，有可以，亦都有經歷，我哋能夠咧將一啲所謂悲劇難過嘅事咧，原來可以將佢改變，又或者咧加添一啲咧，唔係淨係難過，唔係淨係咧當時嘅感受到嘅嗰種嘅痛苦、受傷或者絕望，當時可能係嘅。咁但係當我哋日子過多咗，直到今天嘅時候，回望嘅時候咧，原來可以加添幾筆將呢一個嘅嗰個劇本加翻多啲咧，可以話有新嘅突破，有正面嘅睇到有感恩有喜樂有呢一個嘅新嘅體會，咁樣嘅一種嘅啊嗰個故事嘅情節擺翻落去。於是咧，我哋能夠將呢啲舊嘅記憶咧，有可能真係從悲劇變翻咧，唔係淨係一個勵志劇啦，甚至可能係喜劇都唔定，好嘛？咁呢個咧係我哋上一次都第二講嘅時候特別提到，咁亦都咧盼望你記得有幾個嘅觀念，原來咧喺心理學上咧，我哋話我哋個腦裏邊經常都有啲自己同自己講説話嘅，我哋叫做咧 self-talk，自己同自己咧思想下，自己同自己講嘢。哎呀，我唔掂啦！哎呀，好慘啊！哎呀，我受咗好多創傷啊！哎呀，呢啲嘢我搞唔掂啦。咁不斷咧會有時自己咧好負面同自己講嘢嘅。點解咧？因為過往真係有好多呢啲負面經驗。咁但係咧呢啲負面嘅，我哋叫做 negative 嘅 automatic 甚至自動嘅 self-talk 咧，我哋叫呢啲叫 nasty 係嘛？好糟糕嘅諗法。我哋有需要咧去學習咧，將呢啲負面嘅唔係話要改晒否定佢，而係咧加翻啲正面嘅 positive 正面嘅 automatic self-talk。咁PAST，咁我哋加多 RY 兩個字咧，將佢變成 pastry 啦，好似一啲糕點嚇，即係從一啲好糟糕嘅諗法咧，加翻一啲咧正面，好似咧美食糕點咁樣嘅正面嘅諗法。咁當然，如果你係信徒嘅話咧，其實每一日你睇聖經，每一日你祈禱，每一個禮拜你聽講道咧，原來咧增加咗好多咧正面嘅信息。我哋不斷聽到咧，無論過往受過幾多苦，因為喺基督裏邊我係新造嘅人啦。過往幾咁唔受到咧家人嘅愛護或者尊重，甚至被咧傷害被咧侵犯。但係咧喺新嘅人嘅裏邊，喺基督嘅裏邊咧，神愛我哋，神能夠醫治我哋，神俾我哋咧有新嘅人生、新嘅生命咁不斷都有呢啲新嘅接收到新嘅經驗嘅話咧，咁其實呢啲我哋叫 biblical 好合乎聖經教導嘅呢啲 automatic self-talk 如果不斷你都已經有呢啲嘅聖經嘅話語喺腦裏邊嘅話咧，咁我哋叫呢啲叫做 BL 係 biblical 咁咧 automatic self-talk，咁咧就如果你不斷都操練下用 blast 去幫助你去面對嗰啲 nasty，又或者用 pastry positive 嘅 automatic self-talk 去冚過蓋過或者重寫我哋嗰啲 negative 嘅諗法嘅時候咧，咁人生嘅喜樂就會咧好似好容易或者咧好自然地咧，你會經歷到多一啲噶啦從 nasty 變成 pastry，甚至變成blast，我就用中文炸一炸佢啦，blast 好似爆炸，炸炸佢咧，咁我就諗起啲炸一個嘅油條啦，係嘛？炸油炸鬼，哇，特別咧好香好味從 nasty 嘅嘢變成咧 pastry，再炸炸佢，成為咧好靚嘅油炸鬼好啦。咁第三講嘅時候咧，應該係上個禮拜咁我哋咧亦都講到咧點樣去喺今生
今世或者現今嘅時間咧，好好去愛護自己，好好咁樣咧去叫做咧能夠善待自己，同埋咧好好咁去善待身邊嘅人。咁上一個禮拜咧，我哋特別提到咧，原來今天呢個字係 today 咧，又可以英文字叫做 present present，好似一個咧禮物。咁於是有啲喺英文嘅一啲嘅著作、一啲嘅講法嘅裏邊咧，原來咧 today 咧亦都可以係一個嘅禮物，甚至一個嘅 gift 因為係一個 present 啊嘛，係上天賜俾我哋嘅。亦都可以話咧，既然今日現在係一個禮物，我哋要好好珍惜啊！咁上個禮拜我哋特別都提到咧，原來真係要照顧自己咧雖然都唔係話好容易啦，但係我相信咧，我哋每一個人咧，其實都相當嘅會懂得愛護自己係嘛，錫下身啦特別咧，當我哋有翻咁上下年紀嘅話咧，我哋已經明白到咧。唔能夠好似年青咁樣，唔係咁考慮自己身體嘅狀況，變咗咧，我聽到好多中年以上嘅人咧，開始多啲少啲做工或者做工之餘咧，多啲花啲時間咧照顧身體啦，食好啲啦，瞓好啲啦，去運動啦，係嘛？咁好多你有嘅秘訣嚇。咁上個禮拜我亦都分享過有啲簡單嘅一啲嘅口訣無論咧叫做咩6+1嘅原則大約咧每6日就要休息一日啦，每6個鐘頭有1個鐘頭休息啦，又或者咧888每日都有咧去盡量食8樣顏色嘅蔬果啦，飲8杯嘅水啦，仲練下8段錦添喎嚇。OK，有20、20、20每20分鐘專注做工嘅時候咧，我哋要用20秒去停一停離遠望一望20尺以外嘅嘢。作為咧，俾自己有一個平衡啲嘅休息嘅時間愛惜身體，我相信咧每一個人都有你一啲嘅方法，盼望我哋能夠咧持久咁樣去做咁愛惜或者咧去善待親人身邊嘅人嘅話咧，上個禮拜我亦都提到咧，即係有時善待外邊嘅人容易啲嘅喎因為咧大家見面時間短啲啦，少啲啦咁越親嘅人、越近嘅人，經常一齊嘅話，無論工作或者家庭咧，困難比較大啲，因為咧相見好同住難係嘛？咁往往我哋都會有啲人生嘅一啲嘅習慣個性引致嘅習慣，或者咧真係做事睇事情嘅一啲嘅習慣，會引起我哋會有多啲人同人之間嘅衝突矛盾嘅。咁所以上個禮拜我亦都提到有4個嘅原則，咁盼望咧上個禮拜所提出嚟嘅無論係咧我哋要有多啲嘅所謂同理心，又或者咧我哋要主動嘅咧去對別人好，唔在乎別人咧對我好唔好，意思即係話咧將呢個主動權嗰個咧去控制你人生嗰個嘅操縱器咧擺喺自己手中，唔係話等到人哋對你好咧你先至對佢好。如果人哋對你唔好咧，哎呀咁你就好難過啦咁樣我哋將主動權擺喺自己手中，盼望咧就無論人哋對自己好唔好都好啦，我都要咧善待他人先啦，我去愛佢，去寬容佢，以致咧我呢個主動嘅做法能夠咧感動轉變咗咧你同對方嗰個嘅可能有緊張嘅關係或者一種咧比較咧負面嘅相處咁第三個原則咧，同正話我所講嘅都好接近啦。除咗你話要主動去愛對方用咩方法去愛佢咧？咁當然最好咧就係用對方明白、對方接受嘅一種嘅方法。於是咧第三個我就提到我哋唔好堅持咧執着自己嘅原則。我認為咁樣係啱。如果你同我唔一樣嘅話，即係話錯啦我係啱，你咪錯咯，因為你同我唔一樣啊嘛我喜歡咧將一啲嘢咁樣擺法你又中意移咗佢咁我覺得我咁擺先至啱噶嘛你一喐咗咧，咁即係你唔啱啦。如果我哋要堅持我啱你唔啱咧，往往就會形成又係多啲嘅矛盾衝突，甚至我哋會多啲嘅憤怒嘅嗰種嘅情緒噶啦。如果我哋能夠咧叫做恩慈啲啦、寬容啲啦，唔好樣事情都一定係我啱你錯可以大家都啱嘅可以咧即係對方
如果佢講嘅說話你唔啱聽嘅話咧，你最多話俾自己聽，佢有發言嘅權利啦，把口喺佢嗰度啦。佢聽落都唔係話要攻擊我嘅，佢表達下意見啫。當我哋懂得咁樣，你可以話叫做安慰自己啦。人懂得安慰，懂得咧揾方法去將嗰個嘅對錯將佢轉一轉，成為原來大家都可以和平共處嘅啫。如果有咁樣嘅思想上嘅轉變，冇咁執着嘅話咧，更加能夠咧善待他人，以至咧亦都善待到自己。因為原來咧，經常都覺得即係我嘅標準，人哋唔能夠相同咁樣去對待我，用我嘅標準去咧與我相處，往往我會覺得好難受嘅。我會覺得咧好難過，好似全世界都與我為敵嘅。當我哋越執着，我哋越覺得咧呢個世界好似好難同我去相處去調和。所以當我少啲執着，少啲咧用我對你錯咁樣嘅心態嘅話咧，咁我哋就能夠咧更加舒服啲啦，更加會有喜樂嚇。咁最後一個咧，咁我上個禮拜都提到咧，原來喺一個心理學一個嘅理論裏邊咧，都可以話實踐嘅時候咧，有一種叫做行為理論咧，提到咧，原來我哋去想改變人哋嘅壞嘅行為咧，唔單止經常係要咧用一種負面去指出佢、去批評佢、去責備佢、去懲罰佢唔係淨係用負面方法㗎。往往係需要咧，我哋揾機會睇得見對方有正面嘅一啲嘅表現嘅時候咧，就即刻捕捉到正面，於是咧就去獎勵去肯定，話俾對方聽呢個就係咧我同你相處最好嘅一個嘅情況啦。你如果能夠繼續咁樣做咧，我又開心，你又開心。於是咧，我就簡單講就話，如果我哋少一啲咧，經常做警察去捉人嘅錯處。少啲咧做一個嘅法官去審判別人嘅錯，於是咧判佢有罪，又或者做埋感化官係嘛，要監管佢，要你改變。如果我哋經常都淨係用呢幾個身份去同人相處咧，好辛苦啊！唔單止你辛苦，你身邊嘅人都好辛苦。我哋咧又可以轉一轉啦，學一學咧，好似嗰啲嘅馴獸師或者咧動物嘅訓練員咧。唔好意思我哋將人哋變成動物咁嘅角度只不過心理學上咧，原來咧好似動物園嘅訓練師咧，佢哋通常都係咧捕捉嗰隻小動物，無論隻狗仔又好，海狗又好啦。當佢做一個動作啱嘅時候咧，即刻餵佢食嘢。當佢不斷繼續咁樣做，去捕捉佢嘅好行為，去餵佢咧，佢發覺原來真係能夠塑造到呢個嘅狗仔或者海狗咧，越嚟越聽話，越嚟越咧做啲好奇妙嘅好好嘅動作OK，好，呢個咧亦都係一種嘅心理學上證明咧係有效嘅方法。好啦，哇，我係講得太多過往啦，係嘛？咁啊，快啲咯，睇下先，我用咗幾多分鐘啊？差唔多咧。30分，而家都用咗成廿幾分鐘咧回顧喎。點解呢啲回顧都有用咧？其實同今日咧所講嘅題目都係好相近、好相似。因為咧喜樂呢一個嘅人生咧，喜樂嘅感受咧，唔單止有過去嘅部分，我哋要去咧整理有今日嘅部分，我哋點樣能夠咧有一個嘅更好嘅去同身邊嘅人去相處，或者咧去照顧好自己，同埋我哋對將來嘅睇法，將來嘅睇法咧，其實都係息息相關。相信咧，大家咧喺今日，其實你都預計咗或者計劃咗啲將來嘅嘢，可能係晏啲你要做啲乜，或者聽日要做啲乜，下個禮拜做啲乜，下個月做啲乜，或者今年會做啲咩嘢，係嘛？咁其實將來其實都喺今天息息相關。你有計劃，你有目標吓。當我哋講到咧將來嘅話咧，其實都講到今生嘅將來同埋永生嘅將來吓。正話我哋提到咧聖經裏邊一個嘅人物摩西，佢嗰個人生嗰個嘅智慧咧，講到70歲、80歲係嘛？講到咧點樣求神俾佢有智慧，能夠咧從苦裏邊咧搵到有更多嘅喜樂。咁我睇翻中國人嗰個嘅智慧咧，其實都有好多相同嘅觀念吓。咁咧人生70古來稀呢句說話，可能大家都會聽過。我經常都講
當我查資料嘅時候，原來發覺係杜甫喎呢位詩人甚至係一個叫做咩詩聖喺佢一個嘅詩嘅裏邊咧，其中嘅一句咁當然呢一個嘅詩句裏邊嘅呢一句人生70古來稀咧，佢有少少感嘆嘅一種嘅味道啦。佢想講到就話咧，原來人活到70歲咧，都唔算太多人活到70歲噶啦咁可能喺當代啦咁醫藥冇咁發達嘅時候咧，真係好多人去到70歲已經咧冇辦法再繼續生存生活啦。咁但係今天咧，我哋盼望我哋咧每一個人都至少70歲啦，或者咧有再多啲啦咁我都從第一堂已經講過咧，我係67歲啦。咁如果用呢個標準嘅話咧，我得3年喎，或者喺我嘅預計嘅將來咧，我其實都係比較用呢個觀念，因為咧摩西都話人一生嘅年日大概70啊嘛，若是強壯好到80。於是我就諗咧，我如果前面人生咧，可能我會計劃咧，如果得3年，我會點樣生活好咧？又或者我再諗下好啦，放鬆啲啦，我13年又點辦好咧咁但係嘅意思都係我要知道咧，數一數我嘅人生咧，向過去數，我數咗有60幾年啦咁你可以對人生有過往回望嘅總結。今日我覺得我人生咧都算係咧去到某個階段我進入咧差唔多咧叫做係半退休嘅階段啦。咁跟住我點樣睇前邊？我仲有3年，我要點樣活咧？點樣活得更精彩咧？更喜樂咧？需要有計劃，需要有目標㗎咁如果有13年又點辦好啦，原來孔夫子咧都喺《論語》嗰度咧，佢啲弟子咧記載翻咧，孔夫子都會數算自己嘅人生㗎喎咁當孔子數嘅時候咧，盼望你又學下一樣作為參考點樣去數。孔子話咧，佢15歲到嘅時候咧，就決志要去努力讀書學習啦咁咧佢就話30而立原來經過15年嘅學習咧，人咧比較成熟啦。30歲到咧能夠獨立咯40而不惑，意思即係話咧，去到40歲咧，開始對人生咧唔會話好疑惑、好困惑，唔知咩嘅方向，唔知做啲乜啦咁當然喺佢嘅人生嘅裏邊咧。佢嘅經歷就係咧40歲已經比較清楚啦經過咗人生有時迷糊唔清唔楚嘅人生嘅階段，去到40咧越嚟越掌握得好啦，唔會咧迷迷惑惑咁樣，唔會好迷糊啦，甚至咧再過多10年50歲咧，佢覺得咧可以知天命。當然啦，佢所講嘅天命咯，可以話咧，好似喺人生裏邊有好多不能抗拒嘅一啲生活上會發生嘅嘢，包括好簡單咧，人會老化咁呢個係天命，所謂咧，自然都會老嘅咁去到50歲，佢就明白到咧，越嚟越多咧不能抗拒嘅一啲嘅情況咧，佢接受到，因為佢知道呢啲係叫做天命，天命不可違於是咧，佢做咗心理調整咧，能夠接受。接受之後咧，去到60歲咧，佢話佢能夠耳順喎。咁嗱，我就唔係一個文學家啦咁但係咧，就單憑字面解釋咧，60歲而耳順咧，可以咁樣講咧，好似聽人講嘢咧，越聽就越順啊，即係唔會哽耳咯意思即係話咧，我相信佢嘅人生經驗就係話，如果佢啲弟子或者人哋批評佢咧，話孔子你唔掂嘅咁咧。咁佢覺得咧，咦，聽落都唔會哽耳喎？點解咧？因為佢有自信，佢甚至覺得咧，你批評我，其實你係對我好啫，你想我可以咧活得更好咁其實今日我都聽過好多人都話咧，無論人哋對我係善意嘅批評或者惡意嘅批評，我都要多謝佢，因為喺批評嘅裏邊，我總係會學到一啲嘢嘅咁盼望咧，孔子嘅經驗60就耳順，都係我哋嘅人生嘅一個嘅學習或者一個嘅經驗甚至70歲嘅時候咧，佢話咧，從心所欲。咩叫從心所欲咧？即係話佢能夠咧駕馭到自己咧，即係佢嘅欲念欲望咧，佢能夠咧駕馭到咧，成為即係佢每日生活做一啲決定嘅時候都按佢嗰個嘅心所想或者咧所能夠去管控嘅嗰個情況咧去行事。於是咧佢做嘅事咧，可以話大多都能夠咧，既係滿足佢內心嘅需要。
但係又係能夠成功嘅，都係能夠咧現實能夠做得到嘅，咁先叫從心所欲噶嘛，唔係話叫為所欲為喎嚇，係從心所欲。呢個咧亦都同我哋第一堂嘅時候講到咧，咩叫做喜樂咧？喜樂嘅人生就係咧可以用心想事成呢個嘅定義。咁我覺得同孔子咧都有啲接近，咁我都好開心喎。可以將自己諗到嘅嘢咧，可以同孔子去相比。佢話70嘅歲嘅時候可以從心所欲，或者咧誠心所願，或者咧叫做心想事成。可以話咧佢嘅人生已經有一種好好嘅一種嘅喜樂。不逾矩最尾呢3個字，即係話咧距離嗰個嘅規矩咧個分寸啊，佢已經拿捏到咧唔會太過火亦都唔會咧即係不及，唔會有過猶，又唔會不及。意思就係喺人生嘅好多嘅現實，又或者咧天命好多嘅限制嘅裏邊，佢能夠揾到咧從心所欲，調整到咧可以去想嘅嘢都達到，亦都唔會傷害到別人咁呢個咧真係咧一個好非常難得嘅一種嘅人生嘅巔峰好，我講咗咁多為乜咧？其實我重點都係話咧，哇！原來70歲咧係一個好特別嘅時間，對我都係一個挑戰，係一個嘅目標。假設如果我仲有3年活嘅話咧，點樣好好去活咧？仲有3年，我會唔會咧可以活到從心所欲咧，或者咧心想事成咧？既係滿足到自己人生嘅所想所望，但係亦都咧唔會咧所謂影響太大嘅影響到傷害到他人咧。咁呢個咧真係我哋要去兼顧下。好啦，以下咧我哋都會用今生同永生呢兩個角度咧去繼續去思考面對我嘅人生，我用有生之年呢一個嘅角度咧，咁咧就亦都用一個叫做 bucket list bucket list，中文咧聽講翻譯叫做遺願嘅清單咁就喺英語系嘅呢啲地方咧，佢哋就有呢個咁嘅觀念啦，叫做 kick the bucket 即係踢咗個桶啦，或者個鐵桶啦，或者一個木桶咧踢走咗呢個嘅鐵桶木桶咧，咁就會有咩後果咧？咁樣其實佢講緊咧人會死所以 kick the bucket 嘅意思就係話咧人會去到死嘅呢個嘅時刻呢個階段。嗱，聽講咧呢個字有兩種可能唔同嘅解釋啦點解 kick the bucket 係表達死咧？咁樣佢講到咧一個可能性係吊頸，吊頸唔夠高喎，咁點咧就用個桶啦。因為當時呢個西方咧，佢哋有無論鐵桶木桶咧，企喺個桶上邊先至上吊咁你吊好咗咯，咁一 kick 個 bucket，咁你咪跌落去，咁咪死咯咁樣咁呢個係其中一種嘅，聽講係一種嘅解釋。亦都可以話咧，bucket 係一個宗教上咧，係當一個人死啦，佢嘅屍體咧會灑啲聖水咁嘅時候嘅話咧，如果有啲親友嚟同佢道別啦kick the bucket，即係話咧可能碰到撞到嗰個咧灑聖水嗰個嘅桶喎咁樣啦咁嗱，究竟邊一個先至係嗰個嘅呢個字bucket 嘅源頭咧唔重要啦，最重要都係咧呢個 bucket list 嘅意思就話。當人思考到你有生之年，臨死之前，你點樣好好過好你嘅人生呢？你有冇一啲嘅事，你有一個嘅清單，你能夠去完成，以致你人生所謂冇遺憾呢？咁樣咁咩叫冇遺憾呢？咁我估計有兩個嘅問題，我哋思考啦。一個呢就話我有冇足夠嘅時間，同我最愛或者最關心、最在意、最在乎嘅人。有冇同佢有足夠嘅時間好好去相處？呢個係第一個問題，其實都幾複雜㗎吓。第一個問題係裏邊又有時間嘅多少，又有邊一啲先至係你最愛、最關心、最在乎嘅人，同埋咧咩叫做好好相處？咁當然每一個呢啲嘅定義咧都係好個人性嘅，係嘛？咁以下咧，所以我盼望咧。當我提呢啲嘅唔同嘅觀念嘅時候咧，其實我唔需要講太多我嘅經驗啦。我想咧慢啲，靜靜地咧，你去諗下你嘅經驗好嘛？因為你有你嘅定義你而家已經人生
去到乜嘢嘅歲數或者咩嘅階段咧，距離所謂有生之年仲有幾遠咧？嗱，我哋學習緊數算我哋嘅日子咯，吓。無論你過往過咗40年，過往過咗50年，定係60年都好啦。你計劃或者你相信你前邊仲有幾多年咧？有套電影個 Bucket List 一套咁樣嘅英文嘅電影咧，就講到好似有一個都係長者啦好似我如果冇記錯咧，佢好似話面臨一個嘅病啦，一個絕症啦可能好短時間，可能1個月或者3個月，醫生有時講唔定㗎，可能話你大約有半年啦，或者你3個月啦，咁於是佢就突然間驚醒，諗起就話：如果我仲有3個月，有半年，我點樣過咧？點樣好好地過咧？於是當然嗰套電影就講佢哋有做啲瘋狂嘅嘢啦，因為搞笑電影啊嘛喺悲痛裏邊要搞啲笑。咁但係喺我哋嘅人生裏邊咧，我哋可能相同地，無論你而家咩嘅年齡，都諗一諗，係面對有生之年，我點樣好好去過以至咧，你今日有機會嘅話咧，去準備好一個嘅清單咧，準備好一個嘅清單咧。咁清單裏面嘅內容，當然呢兩個問題，第一個就係我有冇足夠嘅時間同我最愛最關心嘅人好好相處。咁當然，然後就係我有冇做我最愛或者最想做嘅事情。嗱，我估計我哋嘅今日參與呢個講座嘅朋友唔係嗰啲所謂咩大奸大惡係咪做啲壞事啊嗰類嘅思想係嘛？我哋嘅思想都係點樣能夠做一啲咧我愛我想做嘅事，而呢啲事咧係應該係好事嚟嘅，唔係咧要去傷害到他人嘅咁如果向住呢個方向嘅話，我哋會點樣繼續用下邊呢10個嘅無論係一個問題或者係一個嘅目標，我哋去諗一諗好嘛？無論你計劃你仲有3個月，或者你有3年，或者遠啲啊，你有10年，或者你有30年咧，可唔可以早一啲？唔好等到咧剩低3個月或者3日，早啲咧要諗下咧，我嘅今生有邊啲嘢係我最在乎，對我覺得係最重要。我過往可能做得唔夠，甚至冇做到，點樣掌握今日嘅計劃，跟住明天、後天餘下仲有嘅時間嘅裏邊去做呢啲嘅事，包括見一啲想見嘅人。我諗起咧50幾年前同麗華牧師同卓君佢哋兩夫妻咧，我哋係老朋友，我哋20年前見過面，覺得已經好耐啦，好珍惜呢個嘅老朋友。於是我諗起咧，今年唔得啦，唔好等啦。我有機會仲有健康，仲有少少錢可以買機票可以有健康咁樣可以走得喐，走得甩，因為我嘅工作咧放低咗啲啦咁於是咧，我就要嚟巴黎呢度咧探訪黎華牧師同阿卓君要同佢哋咧一齊生活6個禮拜，見一啲你想見嘅人，可能1個，可能10個。OK，第二個做咧想做嘅事，有冇一啲事你可能至少好想做，一路都太忙，冇機會做。嗱，可能你想做嘅嘢好多10樣、100樣都唔定。咁當然有先後次序啦。年青嘅時候，梗係先要拍拖啦，跟住咧要結婚啦，要做工啦，要上進啦，係嘛？要搵錢啦，儲錢啦，養妻活兒啦，做媽媽做爸爸啦，係嘛？即係呢啲係好似人生咧，好似好正啊正路咁樣咧，去做嘅事情嚟嘅。
但係往往我哋人生亦都有啲好個別你好想做嘅事，可能好簡單啊，我好想咧能夠咧做一樣手工紀念品。嗱，可能好簡單係咁樣嚇，咁多人可能嗰個手工紀念品係啲複雜啲嘅、靚啲嘅嘢都唔定啦嚇。我又聽過有啲人話，一生裏邊好想開一間咖啡館喎嚇，細細間都好啦，想當下老闆嚇，做咖啡館咧有嗰種咁嘅氣氛嚇。重點唔係賺錢，係圓一個嘅夢。有人咧諗住咧下邊講嗰啲啦，第三，因為想做嘅事可能好多，可能第三亦都會咧具體啲，想食嘅一啲嘅食物，又或者再去食一啲咧曾經食過嘅嘢，可能身體原因，可能健康原因，可能你好中意咧食某一種嘅肉啦，包括係咧嗰啲咩東坡肉扣肉啊，但係因為健康原因咧，哎呀好長咧唔准食啦，唔俾食啦。咁大家心裏邊，哎呀，可唔可以食翻些少咧？咁樣吓。咁我有啲朋友咧，最近咧諗起話要食榴蓮喎，咁榴蓮都好容易買到係嘛？但係佢話我要飛去馬來西亞食，好奇妙吓！佢想去某個地方去食某一樣嘅嘢，圓一個嘅心願吓。第四，有冇啲想去嘅地方咧？咁我有個朋友咧，佢唔知喺邊段嘅時間睇到一個嘅視頻咁咧就去咧某一個嘅高山有一個叫咩馬丘比丘係嘛？唔知咧嗰個我唔好記得個地方喺邊度，有冇朋友去過啊？Machu Picchu 啊，喺南美洲邊個國家？有冇人提一提我啊？我突然間諗唔起喺南美洲邊個國家，係咪智利啊？冇人有呢個夢想，有人回答啊，不過佢係未開聲。未開聲啊？秘魯哦，OK，好啦，咁喺其實大家秘魯啊。明啦，嗬，可能旅行啦，因為嗰個地方係一個高山有一個嘅所謂本來喺個高山上有一個嘅古城係嘛，咁但係已經係廢墟啦今日，但係佢好似有個夢想，好想去一去嗰度睇一睇咁吓。OK，好，可能大家都可以掌握到吓，係想去嘅地方包括你可以話旅遊啦。好啦，下邊五六七咧又再深啲落嗬，要講一啲咧我要講嘅心事。嗱，可能你心底裏邊有啲嘅心事，無論叫做秘密又好或者咧心底話咧，想對某一個人去講，但係從來都唔敢講，未講，未有咁嘅勇氣，又或者未有咁嘅機會吓。咁嗰啲嘅心事係乜咧？咁有可能係六嗰個都唔定，第六個係我曾經開過嘅一個承諾，或者講過嘅一個承諾，我應承過佢啊，應承過佢，應承過某一個嘅人。但係一路都冇兌現，冇做到呢個嘅承諾。無論嗰個承諾，可能你對你嘅小朋友、你對兒女或者朋友，或者你愛嘅人咧，有過一個嘅承諾，你覺得咦，好似真係冇兌現到，冇做到喎。問題未必係對方咧要追討你話，喂，點解你承諾咗嘅嘢唔做啊？唔係，今日我哋所講嘅係你自己內心。如果你覺得有啲承諾好想兌現翻。睇過有一套戲咧，有啲真係都係比較，我估都係寫劇本嘅人寫得浪漫啲啦吓。佢應承過佢嘅父親啦，因為佢個父親咧過咗身啦，亦都咧化咗灰啦咁你一啱嘅骨灰吓，佢應承過佢父親咧，將佢呢個骨灰咧帶翻去鄉下，應承過，一路都冇做，未有機會做，未有時間做。咁於是佢覺得唔得啦，用乜嘢自己都變成骨灰啦？咁咧，我要去啊做翻呢個嘅承諾帶翻咧我呢個親人嘅骨灰吓。咁嗰個電影咧，其實就唔係翻鄉下嘅吓，佢要帶佢去歐洲某一個嘅國家嗰度有一條嘅古橋喺嗰度咧要散出嚟嗰個電影係咁樣啦吓。
將佢呢個灰化咁樣。OK，好，咁呢個當然電影嘛嚇，比較戲劇化啲嚇。但我想講咧，原來我哋可能有一啲嘅承諾，我哋想去還翻嗰個嘅承諾。有冇一啲嘅錯過嘅嘢你想補償咧？錯過咗嘅嘢你想補償？有冇一啲錯過嘅嘢你能夠再做一啲嘢去讓自己覺得唔好再錯過咧？咁樣。咁當然好多情歌啦嚇，我記得有一首嘅國語嘅流行歌咧，叫做《後來》喎，唔知大家有冇聽過嚇？後來佢裏邊有一句歌詞就話，原來咧喺痛苦裏邊咧，佢就學習到咧，原來有一啲嘅人啊嚇，錯過咗之後咧就不再，錯過之後就不再，即係話不再會遇翻啊嚇。好，我哋有冇一啲嘅錯過嘅嘢，其實仲有機會去補償一下咧？另外有幾條嘅問題，如果我係仲有生之年，或者最後剩翻一啲啲嘅時間，有邊一啲嘅人我要向佢講多謝呢？可能你會覺得欠咗佢一個嘅多謝啊，可能有啲人對你嘅人生有好大嘅幫助，你可能已經講過多謝，但係你好想咧嚇離開之前再講，或者用一個更加親切。更加呢一個充分表達你感謝嘅一種嘅方法，對佢講多謝。第九，有冇邊啲嘅人，你係想向佢要講對唔住、道歉？我突然間呢就有種感受啊，又唔係悲從中來嘅吓，咁而係呢真係有種感受呢，諗起要向誰道歉呢，咁好似諗起有啲人。無論係得罪咩小嘅得罪或者大嘅得罪，嗰個都唔重要啦吓，大大小小，有冇啲人你諗起你要向佢講對唔住，請你原諒？有冇啲人你好想同佢講道別？道別喺人生嘅裏邊咧，通常我哋講道別，我哋用咩說話講啊？我哋用再見呢個字去講，再見，再見，意思即係話咧，呢個道別係短暫嘅。我哋會再見，無論係真係呢，肉體生存就人間再見，又或者呢係將來再遠啲某個地方再見。所以道別呢係一個好奇妙嘅一種嘅經驗嚟嘅。啊，別咗之後會唔會再見呢？喺邊度見呢？哇，可能引起好多唔同嘅諗法都唔定。好，無論你係信耶穌嘅基督徒，或者呢未有呢一個信耶穌嘅信仰都唔緊要，正話所講嘅，面對我哋有生之年，思考一下你嘅遺願清單。如果你思考，你計劃去做，至少可以話你人生咧少啲遺憾，少啲遺憾亦都代表咗咧多啲喜樂，多啲一種滿足，或者一種嘅幸福，一種嘅成就嘅一種嘅成就感。我都提到今日咧，重點係即係我所講嘅時候，我算唔算講得慢啲啊？算唔算好似啲聲線都好似有細啲？點解呢？重點唔係我講嘢啦，我只係做一個提倡呀，提一提，俾啲節目大家，你要去講，你要去思考，你要去做啲決定，點樣更好嘅用你有嘅可能3個月，可能3年，可能再長啲，你自己計一條數咯喎，好嘛？正如呢摩西嗰個禱告，
神啊，求你指教我點樣數算自己嘅日子啊！唔單止係回望點樣數，數到多啲可以感恩嘅人生，更重要係點樣數算你將來仲有幾耐，仲有幾長，快啲而家做計劃，做決定。OK，好，正話講到呢，計劃今生係嘛，但係其實都亦都可以有一個計劃，叫做計劃來生或者計劃永生。我對永生，對於永恆或者對於將來嘅盼望，明顯呢個都係有比較接近一個宗教性啲嘅問題係嘛？啊，又或者哲學性啲嘅問題。咁我只係提三個嘅問題啫。咁其實都包含咗一個就係第一，你相唔相信，或者咧你對於所謂人離開世界之後去邊咧咁樣，你要有一個答案啦，係咪？啊，咁有啲人就話算啦，我唔諗噶啦，咁啊，咁啊，今日嘅目標係希望你要諗，唔好話唔諗，係嘛？咁你要諗嘅時候咧，有一種嘅諗法就誒，人生死就死啦，乜都冇噶啦，人死如燈滅啦嘛，咁樣吓，咁都得嘅，呢個都係一種嘅諗法嚟嘅，啊，咁我通常都覺得，如果唔滅又點辦好咧？咁樣嗬，咁我比較傾向於咧，相信啊，亦都可以話已經做咗個決定咧，相信人生係會有永恆嘅，會有一個叫做將來或者一個叫做未來嘅啊另一個人生階段。因為信咗耶穌咧，我話可以有呢個永生啊。咁永生可以簡單講係去一個好嘅地方啊。如果調翻轉永死咁，你去一個唔好嘅地方啦吓，痛苦嘅地方。今日我哋唔係將焦點咧好詳細去解釋永生天堂或者永死地獄呢個嘅觀念，我哋比較咧集中喺咧去好嘅地方呢個嘅角度去諗嘅時候，你想唔想去一個好嘅地方咧？即係離開世界之後啊，要去一個好嘅地方。唔係你嘅身體啦吓，身體我哋知道咧，一係就化咗佢啦吓，一係就擺落泥土啦，入土為安啦吓。咁但係你嘅靈魂或者你嘅一種嘅思想上仍然嘅存在嘅自我吓，會去一個咩嘅地方咧？甚至去一個好嘅地方咧？我相信大家嘅答案都應該係我想去個好嘅地方吓，想去一個有喜樂嘅地方吓。咁於是第二個問題咧，其實同第一個好接近。你想唔想同咧創造你嘅主見面在一起咧？咁樣，咁當然信耶穌嘅朋友就好清楚，已經咧就有答案。呢位創造主就係咧啊，無論天父上帝啦、耶和華神，或者咧呢個聖子主耶穌啦、啊耶穌基督啦，啊咁當然亦都可以包括埋同聖靈啦、聖父、聖子、聖靈創造人類或者創造我嘅主宰啊。簡單講係，如果用主耶穌作為一個焦點嘅話，啊，我能夠咧與主耶穌見面在一起。聖經話呢個就係叫做永生，與基督一齊就係永生。甚至聖經話咧，唔需要等到離開世界死之後先至與基督一齊嘅。當我哋今日接受耶穌成為救主咧，佢住喺你裏邊咧，你已經與基督一齊，永生就從今天開始。啊，第三。我想唔想同我嘅親人好友再相見呢？咁樣啊？呢個問題其實好複雜啊！吓，正如我哋話咧，你有冇諗到要同一啲人要道別？正如我哋講咗幾個道係嘛？要道謝，要道歉，定係要道別？道別呢個觀念亦都係咧會再見。究竟至少你嘅心裏邊邊啲嘅親人，邊啲嘅好友，你好想同佢再見咧？當然呢個有啲複雜嗬，可能有啲親人好友咧，你唔想見佢都唔定。但我想講呢個就係人生嘅一種即係矛盾啦吓。喜樂嘅人生咧，應該係我唔再在乎曾經啊呢啲嘅所謂我唔想見嘅親人好友，即係你已經都睇開晒啦，寬恕晒啊，睇化晒啦吓。
即係如果係好單純嘅人嘅感情就係似乎應該係每一個親人、每一個好友，記唔起嗰啲就唔當好友啦，好嘛吓？咁你記唔起我，咁我唔係你嘅好友吓。咁即係一你記起你嘅好友、你嘅親人，想唔想同佢哋可以再相見呢？咁樣咁喺人世間，我哋話相見好，同住難喎，同佢再相見咪好麻煩咁樣嗬。啊，去到嗰個境界唔同噶啦，啊，嗰個係一個美嘅境界，唔會再相見好，同住難。咁會唔會佢同你如果有相同嘅信仰，先至一齊見到呢？如果唔同喎，點辦呢？咁呢個又更複雜嘅問題啦，吓。咁但係無論點，呢個嘅心願，至少你嘅心願，想唔想去一個好嘅地方呢？想唔想同創造你嘅主見面喺一齊呢？想唔想同你嘅親人、你嘅好友再相見呢？我相信有好多朋友呢，如果未信耶穌都好啦，你可能去過一啲嘅喪禮係嘛？特別去基督教嘅喪禮，好強調就係將來會再相見。特別係呢，即係大家都信耶穌嘅，將來再相見，將來喺天家喺天堂再相見。吓，好，今日嘅目標都係當我哋諗今生嘅同時，我哋亦都要諗永生，甚至你決定你要一個點樣嘅永生。好啦，時間嘅問題呢，做一個嘅算係一個總結。一個喜樂嘅人生呢，有時我哋用圓滿嘅人生或者豐盛嘅人生呢個嘅觀念去代替啦。喜樂包括有圓滿有豐盛。喜樂嘅人生有啲咩指標呢？咁通常都有兩個指標嘅。無論你而家係咩嘅年齡，當然第一個指標就係話你達到你所謂人生目標或者人生嘅意義啦。你定嘅目標你達到，你認為人生有意義嘅嘢你有做到啊？達到做到啊！呢個就係讓你有喜樂，讓你有感受到圓滿或者豐盛。如果調翻轉用呢個角度講，有做到同咧冇做唔到吓，即係冇遺憾。其實無論用正面嘅講，達到人生目標意義，或者咧冇遺憾，冇一啲嘅你想嘅目標意義冇做到。即係做到，亦都唔會有啲做唔到，係嘛？咁所以一同二兩個嘅角度去成為量度人生喜樂有幾多嘅一個嘅指標。特別我亦都想提到呢，對於信徒啦、基督徒嚟講咧，人生裏邊其實可以有好多目標嘅，有好多嘢都好有意義嘅。無論你點樣愛你嘅親戚朋友，或者你要打拼，能夠咧成為一個對社會好有貢獻嘅一個嘅人吓，喺你嘅職業上對社會有貢獻啊！你如果係發明家啊，發明一啲嘢令到人嘅生活更好，所有呢啲都好好嘅。咁但係信耶穌之後呢，我哋將所有人生任何嘅目標意義呢，都可以歸納喺呢兩個人生嘅重點嘅裏邊。信徒基督徒呢有兩個嘅命啊，要去遵行或者實行嘅，一個叫做大嘅誡命。大誡命呢最簡單講就係要愛神愛人如己，呢個就係大嘅誡命，最大嘅誡命。一切聖經裏邊講好多嘅誡命要我哋遵從，但係歸納最簡單就係呢兩個方向，一個係叫做愛神，一個叫做愛人如己。另外有一個叫大使命吓，就將福音耶穌基督救世人嘅呢個好消息傳開去，讓更多人能夠聽聞，能夠得到呢個福氣。遵行大誡命，實行大使命就係我哋人生嘅意義同目標啦。用呢啲作為你人生喜樂嘅指標，咁樣去評估。好，最後呢都想分享有一啲嘅聖經啊。
我哋需要去思考永恆，或者思考到永生。對信徒嚟講咧，睇呢啲聖經已經都相當熟悉啦。如果冇咁熟悉嘅話咧，勞煩你睇一睇呢段記載喺希伯來書裏邊嘅聖經咧，佢主要想表達一個觀點，就係咧，我哋喺世上係一個客旅，係寄居嘅，係短暫嘅，好似嚟旅行一下，嚟到呢個世界旅行完啦，就要離開啦。好多人嘅智慧都用呢個咁嘅表達形容詞係嘛？人生好似咧，你上咗一列嘅火車係嘛？啊，有起點，有終站，我要落車啦。落車去邊呢？呢段嘅經文就話呢，我哋羨慕一個更美嘅天上嘅家鄉。我哋而家喺世上，我哋嘅盼望係一個永恆喺天上嘅家鄉。甚至羅馬書呢段想講咧，就係就算人生裏邊有好多嘅痛苦，甚至有一啲遺憾，有啲遺憾可能真係彌補唔到嘅，都唔定下。即係我哋盡量，如果仲有生之年，可以去係嘛補一補一啲咧錯過一啲嘅遺憾，盡量去補啊。但係咧，如果仲有遺憾嘅話咧，呢段聖經話到咧，呢啲嘅遺憾，呢啲嘅苦楚，比起將來要顯於我哋嘅榮耀一比之下咧，都唔重要啦。呢啲遺憾係小事，甚至去到嗰度咧，呢啲遺憾已經唔再係遺憾。我哋要思考，唔單止喺世上仲有嘅時間，我哋有將來可能有3年、有30年，但係都會係相對地好短㗎。於是我哋要思考到呢，離開世界之後有一個天上嘅將來，唔係淨係地上嘅將來。我哋想思考到有天上嘅將來，天上嘅將來會比地上會更好。於是世上無論你有咩勞苦受煩，當你一諗起將來喺天上，啊，呢啲都小事啦。如果你今日已經有呢個智慧咁樣諗咧，對於好多人生嘅事情都睇化睇開，或者睇得更遠。信者咧就能夠睇得見。正如咧喺呢度想所寫出嚟有兩個嘅記載喺一個馬太福音書啦。耶穌咧醫好咗一個瞎眼嘅人。當時耶穌係用一個可以話神力法力，用咧神嘅奇蹟嘅方式去醫人。今日當然，當年耶穌所做嘅好多時候醫生都做咗啊。咁咧，我哋亦都明白，原來咧你睇醫生，醫生話次次做某一個嘅手術我都做咗呢個白內障手術十拿九穩嘅咁啦吓。但係多數醫生都唔敢話俾你聽十拿九穩咧，佢要你簽定張紙嘅。佢話萬一有咩事咧，你唔好怨我喎。原來啲醫生都係咁嘅，簽定張紙有乜意外，佢話佢已經係做晒佢最叻嘅嘢噶啦。你冇得告我噶啦啊！所以咧，就算醫生幾醒都好啦，佢都話我都唔能夠寫包單噶。所以對每一個接受手術嘅人，其實都要有啲信心。信徒更加好啦，我哋要求主係嘛，去保守保佑，讓醫生咧唔好手震啊，讓醫生咧能夠真係按佢真係識做嘅嘢，真係做得到啊！啲儀器唔好突然間壞咗啊，咁樣吓，好多原因都可能令到咧，即係今日醫生所做嘅嘢都做唔到啊！聖經提到馬可福音嗰度話，耶穌對嗰個瞎眼嘅人咁樣講：你若能信，喺信嘅人凡事都能。正如前邊照住你哋嘅信，給你哋成全。你信先至睇到呢個將來更好嘅將來。
好，時間嘅情況咧，而家係11:37，我哋咧仲有一啲嘅時間可以俾我哋嘅朋友可以去思考，或者咧有問題想提問，無論係你問嘅問題係關於呢個講座裏邊嘅，又或者咧，問啲更深啲嘅信仰神學問題喎，都得，因為咧有梁麗華牧師喺度，好嘛？咁咧環繞呢個嘅題目，我哋要思考，正話已經將世上仲有嘅將來點樣去計劃，係嘛？我哋已經咧用 bucket list 遺願嘅清單去咧幫助大家去計劃世上嘅將來。早啲要去計劃，早啲做決定，早啲有行動，好嘛？唔好等到最尾剩翻呢3個鐘，最尾剩翻三日三個月啊！到時好手忙腳亂啦吓。而家你今日仲有時間，仲有機會嘅話，早啲去計劃世上嘅將來，仲有要計劃埋呢天上嘅將來。呢個將來會係更美更好嘅將來。如果你信嘅話，你信就睇見。好，咁或者咧，我先喺呢度停一停低，咁咧就梁牧師會唔會咧將嗰個詩歌播一次，定係點樣？誒會，我哋係喺度回應之前咧，我哋聽一聽一首咁，我哋頭先開頭有聽嘅嚇。一開始嚇，即係仲未正式講嘅時候，有Sam 老師有啲問題話，我有冇一啲咧時間係足夠同我最愛嘅人或者最關心嘅人相處，即係喺而家今日嘅將來有咩我可以做嘅？咁我覺得係好好嘅呢個思考問題啊！咁亦都讓我想起一啲其實好多嘢想做啊，或者好多人想見，不過咧亦都有啲優先嘅次序咁啊嚇，請大家自由去分享下你嘅回應啊！睇下阿 Sam 老師嘅拋磚引咗啲咩肉出嚟？我諗我哋係可以分享又得，可以問問題又得。係咁因為咧，你嘅分享，你嘅問題咧，其實都係豐富咗我哋一齊嘅學習嘅。咁咧，所以請我哋當中嘅朋友開下聲。我想問一個問題咧，好啊，就好啊，同今次講嘅內容咧，未必有都冇直接關係嘅。係，咁咧就我喺一個 YouTube 裏邊咧，就聽到一啲美國嘅情況，因為諗住 Sam 老師喺美國嚟咧，佢會就同埋佢做輔導咧，佢會可能清楚呢個情況咧，就係咧，因為我聽到有啲震驚嘅，就係關於美國嘅一個性教育嘅唔知嗰啲法案咁樣，咁就係話可以咧即係學校咧係可以 bypass 嘅啲家長咧。係使嗰啲學生咧，即係細嗰啲學生啊，即係唔係唔嗯。係唔係啲大學生，即係細嗰啲學生係去做嗰個變性嘅手術。咁呢個係咪事實嚟嘅咧？因為聽完都幾震驚嘅真係，仲要 bypass 啊家長啊。呢個好嘅問題吓，咁呢個亦都係比較可以話複雜嘅問題啦。咁我諗有幾個嘅層面可以做一啲嘅回應啦。咁第一個咧，當然就即係我哋睇任何資訊啦，咁可能即係嗰個資訊係點樣表達嗰個嘅情況，咁就變咗咧未必嗰個表達嘅人咧，佢係好清楚具體都唔定，佢可能比較一個籠統嘅一個表達嚇。咁美國有個既係佢嘅特色，亦都可以話美國人覺得呢個係佢嘅優點啊，但係同時又係美國嘅一個缺點嚟嘅，就係話咧好多嘅法例咧，往往叫做唔係好清楚。點解唔清楚咧？因為美國咧可以同一個嘅問題，譬如話一個年青人啊，假設我哋定義叫做18歲以下嘅年青人嚇。
譬如話12到18咁樣講啦，呢個好具體啲嚇，可唔可以去決定做變性手術咧？咁樣咁具體嘅問題咧，可以係聯邦政府有一個嘅睇法或者一個法例。咁就算有都好啦，有時聯邦政府一個法例出咗嚟之後咧，可能有人就會告聯邦政府喎。咁於是嗰個法例咧，好似通過咗，但係其實唔實行到嘅，因為仍然都係咧打緊官司。所以我想講就話咧，同一個咁具體嘅事情，可以聯邦一係有法例，一係冇法例，一係咧就算有都好咧，個法例係未行得通。啊，呢個係第一個嘅情況。好啦，州又可以有州嘅法例嘅喎，相同呢一個嘅事嚇。咁於是咧，有時就話州政府同聯邦政府之間咧就會啊會拗啦，又要告大家嘅。州就話咧呢個係應該州權利範圍處理嘅嘢，就唔關聯邦政府事嘅。但係聯邦政府話唔係，我有權，於是咧又拗咯喎。所以變咗咧，美國咧個好處就係多層嘅政府咧都可以對同一樣嘅嘢有唔同嘅法例。大家唔知聽得明呢個觀念，可能法國都有啲類似都唔定。咁變咗咧，美國咧嘅奇妙嘅地方咧，佢有聯邦政府，有州政府，甚至有縣嘅政府，有市嘅政府。正話你講嗰個咧，可能學區咧，學區有學區嘅一啲原則法例都唔定嘅喎。嚇，所以變咗咧，無論叫4層嘅政府、5層嘅政府咧，呢個就係美國嘅好處，個個人都可以有意見。但係亦都有個壞處咧，同一個問題究竟係跟邊個咧咁樣嚇？咁就但係無論點咧，呢一個問題確實喺美國以至好多嘅地方咧，都引起好多嘅爭論討論嘅嚇。咁所以咧，如果要具體回應正話你所講嗰個嘅問題嘅話咧，暫時我具體唔回應到，因為咧，究竟佢講緊邊個地方、邊個州嚇？咁可能唔同嘅學區又有唔同，即係一個學區話。贊成可以容許學生係去譬如話佢簽個紙咁咧，就可以建議佢去做呢啲嘅變性手術啦，咁樣啦，假設啦嚇，可能隔離個學區咧就話唔得，唔可以咁做嘅嚇，所以美國有啲時候係好難搞啊，搞唔清啊，咁所以就聽你即係聽某一個嘅講法，佢嘅來源，佢所講緊係一個乜嘢嘅情況，或者喺邊一個嘅地方，同埋邊個嘅時間。唔好意思啊，答咗好似冇答。咁但係重點都係咧，可能喺我哋人生嘅經歷嘅裏邊咧，無論你住嘅地方或者你所關心其他嘅地方，有某啲嘅事情，你會覺得即係唔合理啦，係嘛？會諗唔通，點解會咁嘅咧？咁樣嚇。咁如果喺你嘅人生嘅裏邊，你覺得咦，我要去了解或者希望影響一下啦，對呢種咁唔合理嘅嘢有啲改變啦。咁你盼望呢個又成為你嘅人生目標啦，係嘛？咁如果你係揾到方法去影響一下，無論你發表意見或者去改變一下嗰個嘅情況嘅，咁都盼望你有機會去做。可能呢個係你嘅目標，你嘅意義嚇。咁我盼望都係人生就係呢，有不斷有機會你去定乜嘢對你有係你嘅目標，係你嘅意義嘅事情。如果你做到一定嘅成果咧，咁你咪多啲喜樂咯，係嘛？咁如果你覺得哎呀做嚟做去都好閉翳喎，影響唔到喎，呢個世界越搞越亂喎，咁又好難過喎，咁於是你嘅喜樂又減低咗啲，係咪？咁我哋點樣睇呢一種嘅所謂世界嘅事情咧？咁我會覺得咧，一來我哋承認呢個世界係好多嘢唔合理。咁咧就如果用翻我哋信仰角度咧，咁我哋會記得咧喺主禱文裏邊都，我哋要祈禱係咩啊？我哋會求咧神嘅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點解要求咧？咁因為現在唔係啊嘛，地上好多嘢好唔合理，無論戰爭啊，好多其他嘅事係嘛啊。咁變咗咧，我哋內心要揾一個平衡啦，要揾一個咧點樣去讓自己咧唔好過度嘅痛苦啊、難過啊、冇晒喜樂啊。雖然我哋咧明白有呢啲讓我哋好難過嘅事，我哋要接受嘅同時咧，我哋亦都咧即係去平衡自己嘅時候，咁於是咧我哋盡量去
參與幫助啦。求神俾我哋有力量、有機會啦。如果做唔到一個好明顯嘅改變嘅話咧，咁我哋都會喺神面前話：主啊，我做咗我可以做噶啦。咁你其實唔關我事啦，神啊，你自己繼續去派其他人啦，或者用你奇妙嘅方法去應付啦。甚至呢個世界咧，就喺呢種咁樣嘅咁多問題嘅情況嘅裏邊咧，有時我哋調翻轉去諗，會讓更多嘅人去思考啊，點樣讓人自己嘅生命過得更好咧？能夠點樣去咧歸回真神咧？咁樣吓。好，我想表達就係有好多唔同嘅方向去諗，咁但係咧，無論邊一個方向都好咧，咁我哋仍然都覺得喺基督信仰嘅裏邊，我哋所得到嘅嗰種嘅啊幫助咧，嗰種得到嘅喜樂咧，係一種好好奇妙嘅，係好有實實在在嘅一種嘅啊喜樂嗰種嘅經歷嘅。雖然世界咧未必因我而改變咗，又或者咧，我覺得我可以為世界做咗少少嘅改變，呢個嘅世界影響到佢，但係最終改變唔到，都可以話咧係我已經做咗我嘅部分啦，咁我就心去好好覺得安然啦。啊，咁以至咧，我嘅人生咧仍然都覺得，好似就算睇到啲遺憾嘅嘢咧，我自己覺得都冇乜遺憾啦，咁樣啦。咁呢個都係我哋去調整內心嘅一種嘅方法。好多謝 William 之後嘅發問吓。好，嗯，好啦，我答完啦。有冇其他嘅朋友問問題又得，分享又得？朋友咧已經開始做緊一啲咧嗰啲 bucket list 啊，遺願清單啊。你有冇一啲嘅經驗分享啊？即係好似有啊，睇到有人舉手，有人舉手啊，係未聽到聲，我個音未開到，係咪我哋瞄咗佢啊？得，應該可以係咪佢係啦，佢要自己開係啦。？OK，可以，唔該。如果當你經歷過死亡擦身而過咧，你就會珍惜你嘅 bucket list。嗯因為咧，我自己經歷過，我覺得就係、如果你冇準備咧，你真係會有遺憾。但係當我而家即係復康中啦，我嘅懶惰，我嘅惰性咧，就會驅使我 bucket list 就緩慢去進行。嗯但係希望我自己有定到個 bucket list 嘅，即係我個心願啦。但係有啲我覺得我自己未做到，但係點樣取其平衡做唔到咧？點樣去自己令個心理狀態會朝望於，或者就我自己都要調整咁樣，正向自己諗，我將會做到，做到幾多幾多，我就咁諗嘅。嗯好多謝啟仁正話嘅分享吓。咁咧，首先咧見到你今日可以即係上網參與啦，睇到你嘅笑容啦，咁呢個都係已經好感恩吓。咁就如果其他朋友未認識到呢位啟仁呢位朋友，佢都係我嘅小學同學嚟嘅，亦都係黎華牧師，我哋一齊嘅小學同學。咁咧就啟仁都係經歷咗一啲嘅健康上嘅情況咧，咁而家康復緊嘅吓。咁就我相信你嗰個經驗咧，就係即係話，因為具體經歷過呢個病痛啦，或者同死亡好接近嘅一個咁嘅情況嘅話咧，會更加珍惜，更加咧要去實行啦吓，有種力量催逼啦，要實行，點樣能夠咧讓仲有嘅時間，人生仲有嘅時間咧可以活得更好啊！多謝你嘅分享，雖然有啲目標咧因為唔同嘅限制啊嘛，係嘛，咁未必會全部都即刻達得到，都唔定。係係啊，有限制嘅，係因為譬如話，我想寫本電子書，但係起咗一部分，但寫寫下懶惰，俾嗯自己個藉口做唔到，
而家停頓咗，我希望嗯自己動力再嚟翻咯。嗯，OK，明白。有冇啲其他朋友有啲類似咁嘅要做個調整啊？嘛，即係你想有一個嘅目標喺仲有嘅時間或者有生之年去做嘅，咁開始咗，但係有唔同嘅原因咧，嗰個目標而家又阻滯住喎，停頓咗喎，要唔要改變咧？要唔要放棄咧？咁樣定係點樣去調整一下咧？啊？咁即係我諗最簡單嘅諗法都係呢。目前咧，如果你諗一個嘅寫一個嘅電子書，無論個主題係乜啦，假設你先諗，我想寫100頁，希望有一個100頁嘅一個咁樣嘅文獻啦。咁明顯地咧，先有10頁，先至有20頁，係嘛？先會有30頁，先至最後去到100頁。咁將一個大嘅目標再分開階段，切細嚿啲，咁樣逐嚿嚟，都係一種嘅即係處理嘅方法。好，如果先十頁都哎呀，好似太多喎，咁啊先2頁即係變咗咧，你一路去調整嘅時候咧，咁每一日或者每個禮拜咧，你做到多少少每一個嘅進步，每一個進展咧，我哋都會數算為一個嘅好事嚟嘅，係一個嘅幸福係一個嘅成就，少少嘅成就咧都係成就啊。咁變咗用呢個咁嘅方法嘅話咧，有可能啊保存咗咧自己內心咧唔使咁難過啦。咁亦都咧累積嗰啲少少嘅進步咧，就會又或者到最後你都將呢個嘅交俾神啦，係嘛？神讓你有機會做到100頁嘅寫到出嚟嘅嘢，咁咪更加開心。如果唔係咧，寫到10頁，你都會覺得已經好開心，已經好滿足啦。又翻知足常樂呢個咁樣嘅觀係啊，念上邊嗯，好，唔該，留俾其他人分俾我分享。好。好寶貴嘅提議同埋啟人嘅分享吓，即係俾我哋諗下，好好嘅喎，可以寫一啲可能對別人有幫助，又對自己有鼓勵嘅一啲嘅記錄啊吓，係好好嘅吓。Sam 老師佢話我哋可以係分享自己嘅回應，或者有問題都係可以嘅吓。咁即係大家好明白啦，好掌握到係咪？好被觸動或者係好大提醒嘅喎，咁樣都係可以分享1兩句吓。咁對於呢個 bucket list 咧，其實我好感恩啦，因為我覺得如果上一代或者上2代嘅老人家嚟講咧，都唔使諗住同佢講啲嘢啦，因為一定即係講個死字都唔中意聽嗰種咯，唔好話即係好似做一啲同死亡有拉楞有關聯嘅事咯。嗯咁所以即係呢個寫 bucket list 咧，其實我覺得係好好嘅。主要目的就係將嗰個遺憾咧減到最少。有時我都有諗緊，即係當人生完結嘅時候，我會唔會有好多咧？會唔會有好多遺憾咧？我諗多多少少會有嘅。即係如果一個人臨走嗰時，即係我冇晒遺憾啦，咁啊真係好恭喜佢。所以如果自己已經諗住，即係可以幻想一下，用少少幻想力去諗住，我將來離開呢個世界嘅時候，我有啲乜嘢？如果我冇做或者我冇講嘅，我會有遺憾咧？或者我想講，但我可能嗰陣時已經講唔到啦咁樣，所以我覺得呢個係好好咁，都係可以將嗰個嘅遺憾減到最少，咁就會增加嗰個嘅喜樂同埋一份平安咯。所以我都會嘗試啦，即係諗係有諗過嘅，即係唔係話寫遺書，不過係即係去寫定一啲我將來或者喺我人生完結之前，我想有啲咩嘢事要去做啊，唔一定話係講到好悲觀、好負面嘅。咁我會覺得善待自己先啦，去做一啲自己覺得開心快樂嘅事，同時又可以祝福到別人，咁呢個係 perfect 嘅。咁跟住就可以去諗下即係甚至乎有陣時諗過有冇一啲可以叫做告別會啊，即係離開呢個世界之前嘅告別會咧，咁樣即係都有諗過下呢啲嘅。咁大家抱住一個好正面嘅心態去諗咧，其實係一件
都幾靚嘅事嚟嘅。嗯，好多謝 Clara 分享吓。你講到告別會啊，咁而家好似乎都係比較多聽到有人做過，甚至呢有人係拍埋個視頻啦吓，就即係搞一個所謂告別會啦。咁我又冇諗到咁需要拍視頻咁即係公開咁樣啦吓。咁但係真係會諗過呢，假設啦，去到某個時候會喺個床上咁啊，唔係好喐得噶啦咁啦。但係我都唔介意咧，即係幫我影一影低，咁我仲有啲説話想講喎，咁啊，咁啊講埋咯嚇。咁就我亦都諗過咧，臨尾想大概講啲乜啊？最尾嗰餐咧，哎呀，我最心願希望，即係如果胃口麻麻地嘅話咧，至少都食翻碗皮蛋瘦肉粥啦，係嘛？咁就因為呢啲對我哋啲年輕嘅時候就係一種 comfort food 啊，即係話覺得食一碗咁嘅粥咧，覺得好溫暖啊！嗰種咁嘅感受嚇，咁啊可能加條油炸鬼添啦，如果有嘅話嚇，咁就即係呢啲都係咧，即係有時喺嗰個思想或者思考上面咧，都閃過諗過啲咁樣嘅嘢，咁有時就你咁得閒㗎，諗埋啲咁嘅嘢咁樣，咁無謂㗎。我反而覺得即係當我懂得咁樣諗咧，向前去諗，我仲有啲咩想做，或者咧我臨尾嘅時間大概會點咧，會激勵我今日咧。要更加即係堅定地即係唔少啲疏懶啦，唔會唔疏懶，但係少一啲啦，去實踐實行即係仍然都想達到嘅一啲我哋叫目標啦，有意義嘅事啦，包括正話我哋所提到，如果嗰個 list 裏邊如果有10樣嘅咁即係要去多一啲去做呢啲嘅仲想做嘅事，把握呢個時間，把握呢個機會咁就唔知當中有冇朋友呢，仲未有機會信耶穌啦。咁既然你都上到呢個網一齊去見面嘅話呢，咁好明顯呢個都係呢，即係當中我哋所有信耶穌嘅朋友都好盼望，就話你都能夠掌握呢個機會去啊，至少去唔單止點樣講呢？最好就能夠所謂決志信耶穌啦。如果唔係，至少你都要多啲去尋求啦，去問啦，係嘛？咁變咗咧就以致你都能夠有一個更加，我哋相信係更加肯定、更加美好嘅一個嘅將來啊，有呢個嘅永生。好，咁咧就有啲老朋友咧，我見到阿 Alan 正話喐一喐，係咪想講嘢？Alan，我我好多嘢講，即係唔係你正話提到嗰個 bucket list 咧，我就啱啱上個禮拜放假咧，我已經做緊一啲，嗯將自己啲嘢咧，係譬如啲A、B、C、D 咁寫定張紙喺裏邊，係做咩嘅？做咩嘅？我記得我抄出嚟有一個係我媽走嗰時留低俾我嗰啲所謂首飾仔啦，咁我要寫低喺度，因為我係冇女兒啊，我係個仔，所以咧我要話俾佢聽，呢啲係阿婆留低嘅，即係嗯我諗住係你將來係點樣用途你自己決定啦，因為係個女士嘅首飾，咁我咪即係好似你正話講嘅 bucket list，即係話低俾佢聽，同埋即係有時係人唔知幾時突然間走啊定點，所以即係都要做下呢啲嘢咯。交代低啲嘢喎。所以你淨係講到呢，咁我自己啊喺度笑好多謝。同埋咧係好似睇即係如果未信主嗰啲人咧，聽起上嚟好 heavy 啊！即係哇死，即係臨死之前要做咁多嘢嘅咩？即係要計劃咁多嘢。咁但係如果我哋係信徒嚟講，即係嗰個盼望啊，
即係做最後嗰點啫嘛。大使命、大誡命，我哋大使命而家都係做緊啦，已經係即係常常做緊啦嚇。咁大誡命就要係即係愛神，同埋最緊要係愛人如己咯，即係要學習呢兩樣嘢咯，即係睇到你講所有嘅今日嘅講座，即係過去4個星期嗱，多謝你。好多謝吓，好，你講緊嗰啲要去預備啦，將啲嘢交低啦，咁好簡單講咧，即係我媽媽咧，佢都返咗天家啦，佢係信徒啦吓，咁咧佢就因為比較90幾歲啦嘛，佢93歲離開啊，咁咧臨尾即係嗰幾年，佢講唔好聽，好得閒啊。得閒於是咧就好多嘢佢就預備好晒噶啦嚇，佢將佢嗰啲咩首飾啊、金飾啊咁嗰啲咧分好晒、包好晒噶啦，寫埋呢個係俾阿大仔，呢個俾阿二仔，呢個俾阿三仔咁樣一包一包咁樣咧就擺好晒咁咧就即係我想表達嘅觀念都係咧，即係我覺得媽媽係好嘅榜樣啊，至少咧佢將佢嘅心事係嘛，佢就處理好啦。再加埋到我哋咧，即係啲兒女啊，再聚埋一齊睇睇，喂，有啲乜嘢要處理？我哋唔係叫分分家產，我哋即係話要處理啊嘛。始終啲嘢都要邊啲要掉，邊啲唔掉係嘛？咁咧就既然都咁好啦，包好晒啦，咁就好容易處理啊。咁呢啲兒女亦都即係大多都唔會話，哎呀，又要睇下你嗰份先咁啊，睇下我呢份先，咁於是就大家又會有啲咩心病啊、唔開心啊、爭拗啊咁樣嚇。咁所以咧喺我哋輔導經驗裏邊咧，都即係遇過有啲嘅家庭因為即係臨過身之前嘅嗰個家人譬如話個丈夫過身之前，個太太覺得即係有冇預備好有遺憾嘅意思就話咧，最尾嗰1、2日，因為係病到即係講唔到嘢嘅時候咧，嗰個太太根本覺得最尾嗰2日原來冇同過嗰個丈夫講過嘢，仲有啲心事要講，但係都冇機會講，所以點解完咗之後咧，佢就內心好多自責先要嚟所謂心理輔導啦咁咧就心裏面覺得好多事情遺憾啊。咁甚至咧，佢嘅丈夫咧喺離世之前又所謂冇一個清楚嘅信仰啦，冇信耶穌咁樣講啦咁會去咗邊咧？咁樣咁於是即係個心裏邊好多呢啲即係問題啦、疑問啦好，咁當然就話即係我咁樣表達一啲咁樣嘅經歷無論係我自己經歷或者人哋嘅經歷咧，其實嘅意思都會係呢啲都幾普遍，即係我哋會能夠理解嘅，又或者可能你都要思考，你點樣能夠咧喺你而家嘅人生裏邊目標係讓你更多喜樂。咁但係我哋都一定要經過有好嘅一啲思考啦、決定啦、計劃咁就去減少一啲呢啲嘅所謂遺憾或者難過嘅事情，能夠做一啲嘅預防預備啦。好。咁就無論點咧，我都好感恩咧，有機會喺呢段嘅時間啦。咁喺法國呢度咧，同大家見面。就雖然我人喺法國啦，咁但係咧都喺當中有啲朋友喺香港，有喺馬來西亞，咁好感激、好感恩有咁樣嘅機會。咁就而且呢個視頻希望咧以後都翻睇嘅人會有啲嘅幫助啦。OK，好，咁我將時間交翻俾阿李華牧師啦。好，多謝阿 Sam 老師，真係用咁多時間同我哋一齊分享佢對呢一個真係我哋唔單止係今次啦係即係講到人生原來人生有咁多面有咁多方面，同埋我哋點樣可以咧預備自己原來有啲嘢係今生嘅將來有好多可以預備嘅咁當然，我哋有信仰嘅話，我哋係會有盼望咯咁亦都好多嘅學習，我諗再要睇翻學你話咧我哋會回看嘅。咁我哋嘅視頻咧係會錄影會有回看
嚇，咁大家可以再推介，係希望有更多人咧可以得到幫助啦嚇。咁因為今日嘅時間，我哋大概係到12點15分左右，但係除非你哋有啲人願意再留低嘅，咁係好歡迎，我哋仲可以有啲時間去傾下偈嚇。咁我都有除咗係我哋即係過去4個禮拜嘅呢個專題講座啦，咁其實咧我哋生命之光咧係1年都有4次嘅生活講座，咁我哋今次嘅第3講咧就係喺呢個禮拜6嘅夜晚黑法國時間8點鐘，可能香港係凌晨啦嚇。咁我哋嗰個題目咧係對家係同嗰啲父母有關嘅就係講到咧點樣做到呢今生唔遺憾嘅咧嚇。咁頭先嗰有一首詩歌係好有意思嚇，咁咧就係講到喺耶穌基督裏邊我哋先可以把握到永恆同埋唔遺憾嚇。咁歡迎大家咧係俾我一啲嘅意見啦。你上我哋個網站我哋有過去嘅所有嘅專題嘅錄影啦，同埋咧有一啲嘅詩歌嘅介紹咁樣嚇。咁好歡迎嘅。咁你可以俾啲意見我哋，就算今日你冇講到你都可以喺個網上咧同我哋回應嚇。咁我哋嘅聚會咧到今日咁喺主裏邊祝福大家身體